地震嘛影响到在地观光，当地饭店4月订房率就削到无够1成。观光署目前嘛已经有初步的纾困计划，要提供融资贷款，达经上济50万。另外嘛协助受到地震实际影响到的业者去申请融资加周转贷款，上济3000万。花莲拄到强烈地震，天龙省大楼厝甲真严重，侧壁7坪铁路作业烦恼大楼放弃，会得到隔壁饭店现场打更牛加强耐震。花莲市区新开5间饭店受地震影响，外壁北路。另外边的饭店大理石态度规片崩乱，也有营业40年充满花莲人回忆的汉品酒店，决定提前改起。花莲国军英雄馆在地方40年即摆南投地震灾前外壁比较真严重，被打红单禁止进入，现场救防疏散目前休困1个月。不过员工对中心阁营业无较乐观。我们在场是蛮乐观的，然后我们员工是蛮不抱期待看这种情况应该是蛮严重的。我觉得毕竟快40年了。地震严重冲击花莲观光路上，中横太鲁阁地区受创上严重，业者叫苦连天，烦恼无法度渡过难关。根据花莲县观光协会统计，地震过后4月订房率落差真大，目前估算无到10%。观光署已经初步有纾困计划，透过跨部会合作，提供旅游业纾困融资加救援，每间上悬50万，补贴期间是周转金支出相当1年，资本性支出相当3年，要方案协助受灾旅宿业融资或者是周转金贷款上悬是3000万到1000万。经济部它有成立一个就是这种协助的一个窗口跟辅导的中心啊。那我们一般方案就是像刚刚讲，就是直接业者去跟银行做申贷哦。我们是提供这样的保证嘛？振兴的部分是它马上推出了，会立即有效。那但是就是说，现在政府应该要去规划说，来第一个先纾困。如果可以成立专责银行来负责每个行业，那是最好嘛。如果说政府他不帮忙，那业者没有生意，那我们可能就面临到第一个一定要先裁员了，因为企业主也撑不住啊。协会化成中央纾困救急方案，应赶紧实施交由专职银行处理，新接观光旅游业贷款，欢迎发出员工薪水。随去透过在后后续配合振兴方案，应该hiệu大旅游的大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